一位酷爱紫砂壶的文人县令陈曼生，他亲自设计壶形，题写铭文，将书法、绘画、篆刻与紫砂完美融合，开创了文人壶的新纪元，为紫砂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人气质。东元从小学习书法和篆刻，一直把陈曼生当偶像。文人壶的代表就是陈曼生，他每一把壶的题跟名都是为这把壶量身定制的，又是戏人8家之一，诗书画印样样拿手。他又参与了紫砂壶的设计，跟杨鹏年合作，创造了文人壶的一个高峰，这个高峰是无法逾越的。陶刻是在紫砂壶上做减法的细致活儿，是钢刀与沙粒硬碰硬的艺术，不仅考验匠人的刀工，更需深厚的书画功底，每一刀落处都需胸有成竹。陶刻它是一种精神，也是一种规矩。钢刀的深浅、疏密、远近、节奏，表现出我们紫砂独特的陶的质感。你什么壶适合用什么刀法来表现？单刀平刻，双刀平底，三刀三角底，双钩凿砂刻。表现的方法要适合这把壶本身光束区的语言特点，你才可以下刀，要把它提升到一个叫相得益彰、画龙点睛，把它更好再提升一个层面。经典的东西永远流行，